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，唯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。过去有一个公案，在遥远的西藏雪域的高原上，住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。有一天，老喇嘛救了一只小老鼠，从此小老鼠就陪伴在老喇嘛的身边，但他却日渐感到不安与忧愁了。原来小老鼠一直对老喇嘛的家猫感到很惧怕，他希望老喇嘛能够把它变得比猫还强壮，这样他就不会再害怕猫了。老喇嘛沉思之后呢，决定帮小老鼠达成心愿，于是小老鼠就摇身一变，成为一只很漂亮的大灰狗哦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只小老鼠变成大灰狗，一看见那一只家猫，它还是吓坏了啊，赶紧夺回老喇嘛的房里面啊。于是小老鼠啊，希望老喇嘛能够再把它变成更凶猛、更威武的动物。他相信唯有这样才可以解决它所有的问题。老喇嘛了解小老鼠的恐惧以后啊，就再一次把它变成一只很雄健威猛的金色老虎。起初他在房里面闲逛漫步，很满意自己的威武啊，能够吓坏所有人啊。直到他又看见那只家猫的时候呢，不由自主的又跑回去老喇嘛的身边去了。老喇嘛最后终于明白了小老鼠内心深处的恐惧啊，因此告诉小老鼠啊，一个人的外表如何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心，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是真正的他。至于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表跟掩饰，或许骗得了别人，但却骗不了自己。这个公案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追求名利富贵的这一条路上，我们可以穿着很体面，可以打扮得很高尚，荷包装得饱饱的，外表光鲜亮丽啊。在别人面前，我们可以装，可以骗，可以假，但我们的内心就会因此而相对富足了吗？我们可曾静下心来，往自己的内心去探求，试着更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。打开内心的百宝箱，我们是否看见了自己的自信、坦率、平静、宽容、谦和、柔软的本性？唯有自己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什么。你能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你自己。我们是一个非常软弱、罪恶深重、烦恼不断的凡夫众生，我们要接受，我们要承认，要坦白，不要再躲躲藏藏的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所以今天有阿弥陀佛这么大慈大悲，愿意用他成就之后的名号来让我们众生依靠，唯独只有好好顺从佛的本愿，一心念他的名号，他不放弃你，永远要救度你。这是我们末法年代的凡夫众生唯一能够信赖的、容易成就的、容易跳脱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希望大家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